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7，彼得前书2章24节安尼讲：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互咱用罪死，用义来活，对伊的受伤，恁得到医治。三个来祈祷，互基督亲身担当阮的罪，互阮用罪死，用义来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阮未正行就知影阮，伫阮未出母胎就精选阮，伫阮未行出来的所在，你就定着阮的脚步，会全能至权上帝。主啊！你看伫一切的荣耀、尊贵、甲懊恼，也配得阮所有的称颂甲感谢。主啊，愿阮的一生拢要来服侍你。主啊！你的恩典何等丰盛！你无照阮的过犯对待阮，反倒当用你的慈爱吸引阮归向你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伫阮犹阁做罪人的时，你就找基督来到世间替阮死，伊亲自担当阮的罪，互阮用罪死，用义来活，对伊的受伤，阮得到医治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